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三重埔分局的警方接到民众来报案，讲伫个路里发生着这个逼车限行的事件。警方出动来查查，发现民众所讲的这个限行的车辆，是这个内政部配发予这个护卫警力的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的坐车。这警方拄则来提供着拿检的画面。 为这个画面，会当看到这台互民众检举来限行的车辆，互警方查入来了后，这个驾驶是提出着证件，这边啊竟然就是第二警官队的警卫官。 啊，这个后座的乘客就是立法院的前院长王金平。啊，这个拿检的员警当下就意识到讲，这是内政部许可的警卫的车辆。讲是因为王金平的坐车发现后边车辆对车对了伤晚，惊这个王金平的安全受到威胁，才会甲枪夹起来，来预防危害。这规个事件并无违法。 啊！报案的民众最后嘛理解，这是警方咧执行着公务。